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你用尊荣、威严做衫来穿，你穿光明，亲像外衫；天开天，亲像帐篷。伊伫水中安置伊楼阁的汤圆，用云做伊的车，用风的翼来行。用风做伊的使者，用焰火做伊的车用，将地下伫伊的地基顶，互伊永远无摇掣。三甲用圣诗602首，雨水不断伫我门窗。来，咱4节转首，请起立。水要我门窗来，到水就用无心等干口，有就两地变欢呼，一路进就我看云彩掉满山轮，一路进就日头是上无离我，一路进就我看基督伫风波中，一路受考验，基督我船来困，风迎水强也安稳，一路受考验。第4节，雨水不断地落江河，一路进就一滴河水满，地高大水流过花，一路亲像大家额头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
报好消息，互涉案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大关联充满慈爱的上帝啊！阮感谢你，阮看到你对台湾特别的人民甲疼痛，互疫情甲全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阮的冲击算做是上少。你互阮日常的生活，无论是上班、读书，还是厝内日常生活，拢真少得到影响。阮实在是感谢俄罗斯会当今仔日大家兄弟会当到礼拜日来到拜堂，甲做伙来敬拜上帝，来三交杯。礼拜前阮求圣神，互阮会当晓悟过去的一礼拜，可能阮有意无意，阮言行有欠缺过失。求主来赦免主要所基督你的保护来遮看阮，来洗除阮，互阮的心清气，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来做伙来敬拜上帝。嘛为着东欧也是东亚中东侪有战争的风声来祈祷，求大关联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你的用你的大气力，互代志、互事故会当和平解决。你互做歹的欺负别人的国家得到失败来见效，互全世界基督徒所有的人民会当来健康平安过日子。为着教会后礼拜的好会进行来祈祷一切的准备，求你来引带，互新的一年教会事工的发展，互主欢喜。为着第执事的父亲虽然过往阮心真甘，求圣神的大气力安慰临到因遗族的全家。我嘛学习甲提考的人相对去提考相款，阮中若有心神欠安忧闷软心套地，求你圣神借着今仔日的礼拜，无论是诗歌赞美，无论是祈祷，无论是讲道中上帝的话，来互阮的心搁一摆活起来。借着你圣神的大气力，互阮有会当无夜无声来面对日常生活中各种的挑战。愿阮今仔日的礼拜得到你欢喜接纳诚侪芳芳的祭请到你的面前。原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我对俄罗上帝，今仔日是诗歌是主的祈祷文。
多谢圣歌队水的声，我相信上帝甲咱大家做伙欢喜。即摆来看今仔日的经节，上帝话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咱看28节到31节，伫台语和日本791面。我来读，请大家来思想。你敢袂知嘛？你敢袂听去嘛？应应之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伊无夜也无生，伊的智慧无通测度。野生的，伊互伊气力伊能力；软正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拢会夜会生，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走也无身，行也无野。我请本堂张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那鹰鸟展翅飞悬。咱搁再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阮好的天气，互阮伫遮组织来听你的话语。阮确实伫你的话语当中，你阁要赐互阮气力，主阮恳求你圣神来引带阮，互阮对你的话语当中丰盛领受一个搁较大的福气。主阮恳求你的圣神来引带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到你的道理的内底，那亲像光，那亲像美牛共款要来起造阮的性命。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现代心理学家有一个叫米哈里吼，伊最近出一本新的这个册吼，叫做《心流》吼。这本册做好看吼，你若有闲吼，建议吼大家拢会用去看这本册吼。其中伊有写着讲吼，当一个人若非常专心来投入一件伊真擅长，伊常常咧做诶代志，毋过呢有一寡困难度亲像迄个咱拢知吼，美国迄个 NBA 诶即个明星诶球员吼，当伊状态足好诶时阵哦，伊咧拍球，伊会进入一款诶亲像即个流动啦吼，亲像流动诶一个境界吼，当伊进入迄个境界的时阵呢，伊的心非常的平静，伊的球感足好，足敏感的。然后呢，挥洒自如啦吼。然后呢，伊会享受伫即个比赛中间，时间经过伊嘛感觉讲这经过太遐紧吼。然后呢，伊非常的专心的时阵呢，伊会听袂到边迄个吵闹的声。然后呢，伊会看到对方的动作怎变慢去，所以当伊咧投，伊一出手来投篮的时阵，伊就知球一定会入去，他一定会得分啦。参照这款的行云流水的情形毋是一款超自然的现象，嘛无限定是天才的这个运动员才有。只要找到家己有兴趣的代志，困难度莫伤悬，困难度伤悬的时阵，咱会失去迄个信心，嘛毋通伤简单，伤简单会失去迄个趣味。所以经过训练了后，哪来会哪好？然后呢，这个人的对一直进入这个亲像这个心理学家所讲的行云流水的流动的境界啦。我感觉讲这咧描写，咱亲像咧看迄个电影有无？迄运动电影运动的这个影片共款咯，慢动作重播安尼吼。咱看到一个运动员出手的时阵，伊就知伊绝对会投入去吼。我感觉这个情形敢有法常发生，毋过当我来看到咱即阵的少年人吼，伊咧拍电动玩具的时阵，我就知影即项代志绝对有可能。当伊咧拍电动的时阵，伊完全无注意到外口有啥物人，伊行云流水，迄个手吼安尼挂莫达咧吼。兄弟姊妹，
基督徒伫咱平常咱的职场的内底，咱伫学校、咱的家庭也是教会的服侍的当中，咱是毋是去经历到参像即个心理学家所讲的即个流动的现象？咱行云流水，咱要爱啥道一出手，咱就知影即个球一定会入去的，咱一定会得到即个分数。共款遐尼轻省，共款遐尼享受伫咱的即个工作的内底，理论上是用做到的。咱一直训练就有法度，因为咱未信者拢已经经历到即款的流动的即个境界，更何况咱有主耶稣来成做咱的帮站，随时的帮站。所以，咱应该基督徒会去经验到即个心理学家伫即本册所讲的迄个流动的即个现象。不过事实，咱若观察咱实际的生活，往往毋是安尼。基督徒伫即个无形的内底，伊感觉伊的心情非常的即个野心，有真济的忧愁啊！伊看袂着头前的愿望啊！伊失去迄个动力。有真侪人面对伊迄个叛逆儿女长期咧管教的时阵，一直来顶撞伊，非常的即个忧愁。有一寡人伊会感觉伊的身体哪来哪随咱，一直看医生，哪想拢看袂好安尼，所以陷入迄个失望的内底。有一寡人照顾年长的父母，教导伊失去迄个耐心，对家庭的经济，对家庭一再安尼啥努力去努力的时阵，但是咱看到出来结果，甲伊所想象的定背道而驰啦。其实咱的性命豆安尼一点一定咧高大。所以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经文，咱大家拢足熟的。大部分人嘛听过牧师讲，亲像鹰鸟展翅飞悬的信息。但是伫实际的日常生活当中，基督徒有这款的经历无？咱已经经历到，那亲像鹰鸟共款，伫天顶飞悬无？啥那基督徒无法度来经验到亲像鹰鸟展翅飞悬的境界，到底有啥物特碍？圣经以赛亚书40章30节，甲咱讲：少年人也会野心啦，勇壮的人也会跋倒。伊咧讲啥？世上上活泼有力的，最后拢会溃烂用完的迄一天。伊的溃烂是有限的，人安怎勇壮，难免跋倒，嘛要死亡。野心是啥物意思？因为内在的力量会即个随咱来失败，因为生活的艰难来感觉野心啦。啥会安尼呢？常常看到的有两个情形。第一个就是咱的心理枯竭啦，咱的心理长期咧透支啦。所以，这个连咱的身体嘛已经出问题啊！伫来往记内底，上帝差派先知以利亞去宣告，伊若无祈禱，天頂就无落雨。然後呢，即个上帝甲伊帶到即个加利溪的邊啊，伫遐等到溪水當已經打去的時陣，佮甲伊帶到一個寡婦的厝。靠一个寡婦來供應伊的生活，然後寡婦的囡仔死的時陣，伊一直祈禱，囡仔活起來。接續咧，伊閣佇加密山的面頂降落天火來拍敗即個450個拜巴力的即個神殿。然後伊佇即個風雨的當中，甲即個亞哈王的馬車比賽，啥物人先甲即個耶穌列車？結果，咱看到一個遐尼有溫數、遐尼有大氣力的一個神殿啊！結果做這個代志，大拍敗這個拜巴力的神殿了後，聽到王后耶洗別要對殺伊的歹消息的時陣，伊就開始崩潰，開始
逃亡，开始来怨叹上帝。甲上帝讲：“你互我死较好啊！”这个王后所讲的话，用咱现代人的这个话来讲，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啦。其实，伫这进前，咱看到以利亚的这个性命已经一点仔一点仔咧高大，因为征战伫头前，参就伊这款的有大气力的勇士，撑也要撑到最后啦。等战争拍完以后，人嘛规个放落来。咱定定拢是安尼。咱眼前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咱来做的时阵，撑也要把那件事情做完。做完的时阵，我们人就崩溃了。其实咱定定拢是心力长期咧枯竭，咱长期咧透支啦。这个经验不是讲放几工假困一醒安尼就会使啊！会记哩哪是属灵的，哪热心去服侍的，哪追求的，哪有理想的，哪容易有激情的，更较容易陷入这个境界。啥呐？因为伊比别人付出更较济嘛，所以伊望有更较大的这个回馈，有更较大的这个收获。而且伫这个陷入去这个枯竭情况的人伊参就一支蜡烛安尼两头烧，伊外口看起来足有气力的，足有力量的，伊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但是伊唔知影伊家己心内底，伊生命内底迄个油用要打去啊！参就这款的生活日子啦，久的时阵，伊甲上帝关系就哪来哪疏远啊！都算有当时都算礼拜日有来做礼拜，有祈祷有读经，不过呢，伊犹原无法度来弥补基督已经互伊设立伊心中的这个中心的这个高大甲野神。所以伫这个情形的时阵，基督徒定定陷入这个心理枯竭，咱家己拢唔知，咱一直积，咱家己拢唔知，咱内底迄个油已经要烧打去啊！咱看到咱的表面，哇，都足有气力嘞！我咧做代志，足快速的，足有效率的。不过呢，咱无注意，其实咱已经生命已经大大咧高大。第二，咱有背足济的重担。咱真济人，咱有安尼，心上有咱唔知影的重担。有当时是细汉的时阵所受的伤，有当时是咱咧读册的时阵，咱的老师、咱的同学、咱的同辈，互咱的这个会欺负咱。有当时伫青年时阵，咱伫咧恋爱时阵，嘛拄着伤害。有当时伫咱的职场、咱咧工作的时阵，咱受着咱的顶司，咱受着咱的同事的这个排挤。有当时佫较济基督徒是袂上帝来承认、来求赦免的罪啊！这物件要亲像石头共款，一粒一粒来缀伫咱的心内底，伊来搅扰咱，伊来互咱骹步无法度来前，互咱的生命感觉会野生，互咱会滑倒。兄弟姊妹，如果亲像先知以利亚，遐尼有温顺、遐尼有气力的先知，拢会感觉野生，伊拢会跋倒。安尼，咱会跋倒会野生无？咱更较会啦，咱更较会长期陷入迄个失败、绝望的即个内底，咱的生命会受到亏损，咱渐渐失去对生命的热情，咱的生命爱重新得到气力啦！咱的生命爱重新得到气力，咱若对这个营教伊蜕变的过程，咱能得到一寡启示啦。当营教老鹰老叶40岁的时阵，伊是这个营教是做长寿的一个鸟有一部分的这个营教用活到40岁就死。有一寡伊用活到70岁，谁来差30岁咧？这30岁在伫讲，这只鹰鸟伊安怎来做选择
当鹰鸟来活到即个40岁的时阵，因为伊迄个鸟仔喙吼，伊会变甲安哪来哪弯。啊，弯的时阵，伊就安都无遐尼锐利，伊食袂着物件，吼。然后呢，伊即个伊的鸟爪吼，伊的鸟爪，因为呢，即个当年会来掠物件的时阵，伊会变甲无变钝去，无搁遐尼来。然后呢，伊就无法度安尼对天顶安尼飞落来掠，足准的来掠迄个土啊，来掠伊所要食的物件。伊的膝骨的即个羽毛哦，哪细的时阵会伤高，会伤重，就无法度自由伫天顶来飞啦。即个时阵，鹰鸟有2个选择，一个是转去伊的巢内底，大头等死；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经过5个月150天来伫遐来听候，伫遐来得到即个定头生。一只鸟一只鹰鸟，伊选择重生定头生来讲伊就必须飞去即个山壁内底，伫遐停留伫迄个所在，伊要忍受着妖恶，伫遐忍受着即个痛。伫即个伊会找一个石头，用伊的喙一直剁迄个石头，甲伊即个旧的即个喙甲互脱落，互脱落了，互伊新的即个喙个生出来的时阵，当喙来生出来的时阵，伊就开始去处理伊的即个鸟爪，甲伊即个鸟爪一支一支甲拔掉，然后呢，佫开始用伊的即个羽毛，甲伊羽毛拢扯掉。经过一段时间了后，伊的鸟爪佫生出来，伊的翅的羽毛佫发出来的时阵，伊就用伊佫用定心，佫过30年，伫天顶自由来飞啦。有当时基督徒的性命，亲像40岁的即个鹰鸟共款，咱已经无法度佫自由飞伫上帝的厅内底。伫上帝所赐予咱的恩赐，甲赐予咱的权柄内底，咱来完成上帝所托付予咱的任务啊！因为咱已经40岁咱亲像即个鹰鸟共款，咱有2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死亡，互咱即个无去来去褪去咱原来即个鸟仔喙咱的鸟甲即个翅。咱伫遐来等死。另外一个咧，咱亲像即个鸟仔共款，咱用来选择，咱要定头生。定头生代表啥物？就是定心得到快乐，换一个力量，互上帝用伊无限的快乐来代替咱即个有限的即个能力啊！褪去靠家己迄个。足久的已经囤去的这物件，换上帝物件来进入我的心。这是足重要的。要脱离野生跋倒的困境，要重新得到快乐。圣经真清楚甲咱讲，爱听候耶和华啦，爱听候耶和华，咱就用重新得到快乐。听候2个字有简单无？无简单，这毋是咱现代人的文化。咱现代人无爱排队，你有感觉无？咱现代人网络购物爱24小时都到货，你知无？咱这阵的人追求是啥？网络3G 无够4G，佫即阵个进入5G。咱一直去追求，要佫较紧，要较紧。甚至这款的文化已经进入到这个教会，进入咱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内底啊。有一个美国顶一个非常真趣味的广告，伊讲因的教会的聚会，对入教会的门甲结束20分钟就会使啊。这个教会讲道加8分钟啦，8分钟啦，这啥物意思？你知无？我即阵应该伫楼骹来跟你爱手要送恁头，我已经爱落伫楼骹。20分钟，这个素食，这个无法度听候的这个文化，
已经进入咱的信仰的内底。咱基督徒定定无法度来听候，咱无法度听候耶和华，所以这毋是咱世俗的一个文化。过来一个4岁囡仔，伊的爸爸妈妈带伊去美国黄石公园去耍吼，伊就对洛杉矶开始开车。伊就问伊老母讲：咱什么时阵会到？伊老母讲，甲伊讲咱明仔载才会到啊！吼，伊讲明仔载才会到。囡仔想讲明仔载才到，我伫车顶困一暗嘛吼。当伊下载时醒来的时阵，伊就问因老母，跟问一遍：咱什么时阵会到啊？妈妈，伊妈妈讲爱搁10点钟啦吼，爱搁10点钟。过20分钟了后，这个囡仔搁问讲：妈妈，什么时阵咱会到迄个公园啊？妈妈真歹。你问遐济，他拄才问尔，咱搁9点钟40分钟才9点40分钟才可以到。伊的老母甲伊讲哦，你莫搁问哦，你毋通搁问哦，我已经甲你讲啊，这囡仔哦真巧哦，伊毋敢问哦，伊就换一个方式，伊讲啊妈妈，咱到迄个黄石公园的时阵哦，我是毋是搁4岁啊？我是毋是搁4岁啊？这咧讲啥？囡仔较无法度听候，大人比囡仔较够听候。所以听候毋是咱出世就有啊，这毋是咱人的本质啦。听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一个灵命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伊哪会听候上帝啊？迄笔内文的这个听候，毋是安那作消极，咱伫遐等无代志啊，伫遐等，伊是充满着一个信心、一个期待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啦。伊包括2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就是爱咱完全倚靠上帝，并且愿意互上帝来决定咱听候的这个时间啦。咱真侪人伫咧苦难、伫咧黑暗的中间，真侪人的问题就是，咱毋知影听候的价值、甲义、甲一个意义啦。所以真侪基督徒，既然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代志，要听候无？无爱啦！我要爱的时候，你就爱马上敬敬我。咱对上帝的信仰有阵时也嘛是安尼呢。我甲你求，你无互我，我买你啊！我买信你啊！咱毋知迄个听候的价值甲意义。在场咱就真侪妈妈怀孕生囝会疼无？等于就甲我讲，足疼的无，所以疼较死哦。有影。这是指数最高的一个痛苦啦，但是咱知哦，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带来的这个喜乐，带来的望，会互这个做老母的袂去生囡仔怀孕的迄个痛苦，是无？生囡仔真疼，像咱有的人搁要生第2个，搁要再生第3个，因为知影。迄个痛疼，迄个听候10个月带来的是有价值的，带来是真大的一个欢喜啊！所以听候老价值、老意义来讲，咱就愿意听候。怀孕那几个月，10个月，若无到10个月，就叫做早产吼。早产呢，爱需要特别的照顾，所以时间有在遮未到的时阵。咱来加倍，爱付出迄个心血啦。我最爱传道书3章的11节哦，生有时，死有时，迄就是迄章的经文。传道书第3章的11节讲，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真做美妙，各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造成的，人袂会测度伊啦。我问你，什么人创造万物？上帝。迄个时间是什么人定的？嘛是上帝啦。因为第一，迄是伊的主权，因为伊是上帝；第二，伊上有智慧，所以伊才讲伊上美妙。请问什么人的安排较好？你的安排较好，还是上帝安排较好？当然嘛，上帝安排。咱看到摩西，伊的人生分3阶段：第一阶段伫埃及的这个王宫，第2阶段伫到旷野，第3阶段伫一个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伫旷野地。伊若无经过40年伫这个埃及王宫的学习，我想伊无法度来面对这个法律。
伊要伫40年伫即个旷野内底来替伊的丈人来顾羊。当伊来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正到伫旷野的时阵，反正伊都毋知影要安怎来生存，要伫倒位找物件食，要伫倒位找着水，伊完全毋知。所以上帝有伊真好的安排，一定等到40年。所以有阵时啊，咱看到上帝的安排是遐尼水，上帝无耽误，无延前啦。所以咱有阵时啊，不要自己搞了啦，家己搞吼，有时候搞得咱安尼头破血流。咱爱相信一项代志，天后耶和华都是宣告，我相信到落尾，上帝会伫上好的时间为着咱来采取行动。我阁讲一遍，天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时间的主权来交予上帝，就是宣告讲，我相信上帝最后伊会用上好的时间为咱来采取行动。这是第一类，上时间将这个天后的时间交予上帝。第二，承认咱无别项来倚靠。既然咱无法度来倚靠家己，也无其他的人用诚做咱的帮衬。列王记13章，约阿斯伫撒玛利亚做王12年，伊惊耶和华看做歹的代志，互即个以色列人陷入即个拜偶像的即个歹的内底。当时以色列人拄着阿兰国的即个攻击，规个国家非常的危险。但是伫即个时阵，伊听到以利沙伫要过身破病，伫要过身的消息，所以伊就来探望以利沙。看到的时阵呢，哇，真大的悲伤！伊伫以利沙趴伫以利沙的面前，伫遐来啼哭。谁人有遐尼大的悲伤？因为约阿斯以利沙离开了后，伊都无法度过来倚靠以利沙，伊失去一个靠山啦。所以约阿斯伊咧感觉大声啼哭，是因为安那？伊失去靠山，伊失去靠山，所以伊倚靠人。过头倚靠上帝啊！兄弟姊妹，咱当作爱倚靠上帝以外的物件，咱靠朋友，咱靠咱的金钱，咱靠咱的关系，咱靠咱的人脉，咱靠咱家己。咱有法度家己解决的时阵，咱袂来找上帝。咱一定爱由上帝去甲咱逼甲走投无路的时阵，咱才会知影咱要来倚靠上帝。所以这是咱每一个人有一句话讲啥？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走。看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靠父母会老，靠别人还不如靠自己。有无？咱定定看这个，看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走。所以咱爱人靠家己。今日张牧师讲唔通靠家己，因为靠家己会安那？会野生会跋倒对无？安尼要靠啥物人？靠上帝啊！咱就爱当爱靠上帝。第28节伊讲永永伫地的上帝耶和华，因为伊是永永伫地，伊袂倒啦。伊是创造全世界的上帝，所以全世界拢伊的，伊袂走啦。所以咱爱安那，咱爱当爱倚靠上帝啦。咱爱当爱倚靠上帝，因为只有伊是永远的倚靠。所以咱必须来放弃靠家己努力，我讲疯狂努力啦。咱定定来疯狂努力，就是为着家己啦。咱要靠家己的力量来安那，互家己重新得到快乐，来脱离迄个野生跋倒的情形，迄个失败啊！我问你啦，若靠家己有效，是咱家己会行落迄个野生跋倒的境界内底咧？都是无效嘛。所以，咱只有将咱的焦点、将咱的期待来转向上帝啦。当咱来转向上帝的时阵，我讲，迄是一个转换，那就用照伫40岁的时阵，把伊所有旧的物件拢甲脱掉，来换新的物件共款。咱伫即个时阵，咱来转向上帝，将咱安那过去靠咱家己，但是即阵。天后耶和华，我要来转换，用上帝的快乐来代替我的快乐，一个新的力量来代替我家己。
所以这是一个转换，等候是一个转换。我常常讲哦，咱每一个人哦，咱的电力哦，咱迄个小电池同款啦。上帝吼是安那发电厂，咱常常靠家己安尼足艰苦，无电，一下就无电，一下无电。咱都是无愿意安那甲上帝安那连线，才去咧发电厂内底。咱有来遐，毋知是戆还是安那，咱都袂晓去接，咱都袂晓去接这个。最后，以赛亚书第40章，伊是针对米利亚甲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伊所发出的这个疑问来提出来提出这个解答啦也是对性命长陷落伫这个亚神失败的内底的兄弟姊妹发出的一个安慰。所以一开始第一节伊就讲恁的上帝讲，恁着安慰我的百姓。亲爱兄弟姊妹，我们去巴比伦，性命的亚神的跋倒，毋是要证明上帝已经来离开你啦。上帝已经无爱插你啊，毋是安尼，嘛毋是讲上帝无迄个气力来保护你啦。伊都爱去讲代志无任何一个困境会大过咱的上帝。无任何一个困难是咱的上帝无法度赢过。咱常常拄着困难的时阵，咱甲困难看到遮大，看甲比咱的上帝遐大，赢过咱的上帝，毋是咱的上帝，伊的气力永远大过赢过咱所遭遇的一个困难。而且第29节伊安尼讲，亚神呢，伊互伊能力。两者的，伊加添因的气力，这是咱的上帝。咱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亚神的，伊要互伊气力；两者的，伊要加添伊的气力啦。因为伊是听，伊看到伊的囝儿伫两者的内底，伫亚神的内底，伊都愿意来互因这个气力，来互因能力啊。这是出自上帝的听，因为伊嘛有法度互咱这个物件。毋过要安怎甲这个发电厂来连线？加里文有讲，只有遐承认并认捌家己是一个软正的人，才会得到上帝这款的赏赐，得到上帝的气力，得到上帝的能力啦。咱只有来到上帝的头前，咱才有法度。伊讲加里文讲，咱只有承认家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你若遐勇壮，你家己去就好啊。你若个用伫天顶飞，你绝对袂像这只鹰鸟同款。但是因为咱当咱看到一个鹰鸟伫空中咧飞的时阵，咱有注意哦，伊是亲像迄个世界上世迄个蜂鸟吼，安尼一直还是。一个伊就用飞足久诶，伊是个一个它就可以翱翔很久，足优美足优美。所以我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伊先来讲，哪亲像鹰鸟，伊倒无爱讲亲像赤鸟啊共款，赤鸟啊共款，一直拍，哪像安那？我靠家己的人都安尼啦，足无用，一直拍。亲像鹰鸟。亲像鹰鸟，当风来的时阵，伫上帝的听的内底，伫上帝所赐予咱的气力甲能力的内底，当伊来的时阵，咱天是小可撇一个，咱就会伫天顶安那自由的翱翔。这就是上帝要赐予咱的真大的一个稳定。啊，你即摆毋通阁靠家己啊！愿上帝，互咱每一个人都能重新得到气力，那亲像鹰鸟共款，天实飞伫空中。咱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知你有无限的稳定，你有大权能，你有大能力。主，你看到阮软正的时阵，你拢愿意将你家己来赏赐，互阮每一个人。主，互阮有迄个智慧，互阮用甲你来结连。互阮用来领受你迄个属天的气力，互
互阮伫地上所过的每一天，互阮咱亲像鹰鸟共款，天使飞伫空中，互阮所做的每一样代志，拢得到你的看顾甲祝福。主啊，求你来拄起阮所有人野心跋倒失败。愿你伫阮生命当中，搁做新的代志，阮的生命会用搁在一边来看到你的快乐大过阮的快乐，互阮若亲像鹰鸟共款。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角用圣诗618首，咱就信靠上帝来回应上帝的话。请兄弟起立，30选手。咱着信靠上帝，深知向前无地，深信望靠主来行，一切工作为正，夜咱着拄起，望无地瑞金，上帝在咱一切苦难里面体贴帮咱，烟火人生红土，求主为咱开路，像天后求主安排，到会平安主宰，愿主掌管地理，他以命令执行，就在求主奇妙成就，体会冠冕拯救，但愿无论希望，传播真理无双，宣扬救主听当命人，你个临终牺牲，主你掌管乱中，感擦念头所用，求你掌管乱中，卡求百姓呼之不休。请坐，请家宏甲灵灵执事来施献。请起立奉献的诗歌。我的
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今日来礼拜会后，请大家留步来交易，互相请安。第二项，后礼拜日的第2场是咱定期的会员好会，请大家踊跃出席。为着因为会好会有一定的名单的比例吼，所以若袂当来，请小会书记、中央长老来请假。后礼拜日的第1场花期礼拜暂时暂停一届。第3项，马街宣告1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地点伫和平篮球馆，地址伫遮，请大家过目。有2天的时间。3月初5拜六暗时6点半是青年的献身大会，需要报名。第2场是3月初6礼拜日，南门教会是安排伫下晡的第2场2点。要参加的请伫招待所填名字甲手机电话，因为为着防疫的实联制的关系。第4项，70周年的纪念特刊的活动，足需要大家会当伫厝内若有全家的相片，是讲你捌参加过去70年有啥物教会特别的活动，是个团契，你若有旧相片，麻烦摕来互教会。阮希望尽量是用电子档若有迄个困难的，无要紧，你就请教会联络，是讲请厝内少年的用电子档传到即个顶管的 email 的信箱。为着要互迄款编辑的更较好势，请相片若有几若个人，全家的名照迄个相片的顺序来甲写起哩。嘛会使提出恁逐个人家庭感觉上意爱的经文，嘛写咧顶悬，往到3月底来截止，请大家注意。团契的消息，今仔日下晡会后伫12点45伫4楼，今仔要请咱的执事、执辅、执事，咱有个人可能知，伊最近伫中国来做宣教的事工，来分享遐个经验。第2项是双人团契，后礼拜日下晡本来的定期例会，因为好会的关系暂停一摆，请双人的兄弟来注意。另外，主日2计划按对3月初开始，早起10点，毋是10点半，10点开始，要举行亲子的礼拜，就是囡仔甲父母做伙做礼拜，希望家长会当来配合，若详细的情形，校长赖玲玲来问。第4项补充的报告，为着迄个 QR， 也是我先告解的消息啦，英国新学院院长林鸿信牧师伫2月19上午10点有举行退休的感恩礼拜。另外2月25北中商联部伫打客的公园，要举行亚华灵修1日游，费用700块，请干部老美姐甲丽丽姐来报名。另外，头仔基督中有讲咱将毋甘第执事的爸爸伫乡年93岁，伫正月初1来蒙主温调，有定即礼拜六2月29伫高雄的德兴教会举行，愿主安慰遗族。电话。内底的事项请家己看。咱今仔有补充一个报告，有关于迄个
灵修默想吼，咱后礼拜一要搁开始用一期啊，请 PPT 毋知有。搁后一张 PPT， 后咧，着头仔迄张着。后礼拜一开始有列王记的灵修默想，啊，即马有小可改，就是讲改做用订阅制的，就是你有参加，啊，阮才寄互你，啊，免得有人感觉真困扰。啊，有真侪方式啦，你会使原来你若有本来就有，迄款咱的官方的 LINE 的账号，你嘛会使用回应。毋过拜托请注明讲你啥物人，安尼阮较知影。开始的时会当寄互你，无就是讲你用即个官方的账号，嘛会使 QR code， 伫楼骹的公布栏嘛有，也是用现场甲施行干事来讲，请大家配合。毋知影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无？好，我来补充报告吼。即个今年是马街伫台湾宣告150周年吼。咱伫3月初5，就是拜六下暗的6点半吼，咱有一个针对青年的青年献身大会吼。所以厝里内底咱若有青年人，咱能鼓励伊来参加即场的即个献身大会。然后伫3月6号吼，就是礼拜日。下早有一场庆典的礼拜，下晡有一场吼。那因为咱南门教会被安排伫下昼的即个2点的迄场吼，所以呢今仔日咧报名是上尾一天吼，所以还未报名的紧来去柜台甲思涵干事来报名吼。另外。这个大会的召集人吼，这个信农牧师甲我讲吼，因为伊需要足侪的这个服侍的人员啦吼，所以咱教会内底，咱若有人会使伫这个3月5号下暗，甲3月6号下早甲下晡吼，恁的时间会用阮吼，你用来做这个现场的这个。招待人员吼，这招待人员爱训练啦吼，所以嘛同款，恁若有时间会用来做这个招待人员的吼，你来找我报名吼，因为后礼拜下晡要伫这个永光教会有一个针对招待人员的一个训练啦吼，以上报告，咱还有一段的影片吼，咱来看这个马街的这个庆典吼，来，咱1分钟的影片啦吼。要开声音。